这呢酸？面为何这呢长？世情演变，使人袂安顺。今夜犹原目镜到天光。种种的思恋，种种的情怀，感觉愈来愈远。心内的忧愁，心内的超凡，叫声人来慰问，恐惊咱的情像无形仔卵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圆，倒位找解脱避远？安尼啊，有可能这个罗汉赛甲李少年已经相认了。因讨好将罗汉赛留踮你身躯边，一定有啥物上大用意。原来你我就吵，这个，你有啥物困难？我确实有困难，不过我嘛唔知要安怎讲才好。这个，在我最痛苦、最困难的时，是你甲我斗援助，我亲像我再生的温暖。这个，你若有啥物困难，我希望你会当和我来回报。你会记讲，我捌提起你前来的代志。会记得，我知伊是一个歹查某，为着无财害死全家。想袂到讲你会记忆还阁遐尔。哎，当然咯，伊教我有不共戴天的恶分子。啊是讲哦，因二姐哦，甲出卖了后，害伊去自尽。伊无怪家己，才怨天尤人。即摆就是讲因二姐的问题。哦，因二姐是安怎的？阿是啊，花言加卡语，天花乱坠哦，讲几片的，迫害少年我的名义，煽动西讲哦，加收地的。也无影无只是讲几堆，讲伊少年娃哦，真费泪啊！大人的财产哪土匪，哪斗吊死的，无客开啊！啊，西讲听了落。真受气你，每一少年娃哦，死前悲哀的，啥物叫做拿刀子？决定将伊哦来收地啊的，49天的日子，深暝7日我连完毕。看你阴鬼要走去倒位比，也是你拿刀子啊在咬顶边，到时你就会走袂离，才来报答你就阿西，阿西啊听着落，暗暗地欢喜。我的价值哦，无怀疑啊的，这款安尼做有道理，我会好好来奖赏你。
你有甲我打起来啊？有啦，大，迄西公腔留落来的符啊吼，我四个拢有打。对啦，大，楼顶的吼，甲水当当迄教师囡仔，四个拢找无了。下免找，楼顶的哪有可能去甲我搭这做？遐伊人，伊哦，哦，即摆四个吼，叫你找因查某囝，是叫的，查正正。我知啦。你放心啦，你交代的代志啊，我知影啦。你休困啦。好啦，好，我知较早去就较早转来，有惊无？我知啦。哎，母啊！哎，阿芳啊，因母仔囝转来了。免叫啦，我早就知啊啦。阿婆，超娘啊！啊，你遮紧代志就办好势啊？阿婆，这实在是一言难尽。嗯？啊，美芳啊，哪会无甲恁斗阵转啊？啊无，你怕伊掉面啊！哎呦喂呀！哎呦，哎呀喂，我真该吼，无法度通自然啦！哎呦喂，我苦啊！靠屁芳啊，你是安怎的啦？戆囝，啊，你是咧问啥啦？啊，袂晓我爱甲插者是毋？无安怎啦，就行路吼，太高行，行到骹吼，会碰趴啦。转来就好，紧，入来内面才搁讲。啊啊！慢慢行嘞。哦。哎呀！冤枉哦！我早应该就爱去想到代志会变安尼，啊，煞害恁加行遮济冤枉路。阿婆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但我也无怨替什么人啊啦。你怪吼，都该怪我家己啦。哪会遮尔含慢啊？迄阮小奶奶的意思吼，我吼，较安怎我就杀无，我真正有够脆哦。阿婆，咱得赶紧咯。啊，你有啥物会当消肿退红的药啊？啊，若无美芳的骹会发红呢？有啦，美芳的啊！啊，我房间面床头的倒柜拖有药啊吼，紧，家己紧入去顾。哦，好，我来讲。我甲你负责。唔免啦，免，无要紧啦，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，我家己来。阿芳啊，一定要会记哦。以后不管咱会变到什么情形，亲像阿婆甲阿芳啊，还佫有金斗的这个大温情人，咱是千万唔通甲人放袂记住。我哪会放袂记的？哎呦，出去，唔免，我家己来。啊，等我是又该安怎的好啦？哎呦，你这个戆囝咧！美芳的是一个还未出嫁的姑娘，人伊伫房间咧抹药啊，啊你这个查甫囡仔甲人对入去创啥？歹势啦，无想到啦，歹势。好啦，我来啊啦！啊，足含慢的有影。咦，这出力，阿姐阿姨咻。歹势，我毋是故意的啦。但伊的脚毋是有我咧偌水啊，臭骹小哪有啥好看？啊，对啊，我这摆想起来，恁行了后无偌久吼，迄金斗吼，搁走倒转来吼，找恁母仔囝哦。金斗搁咧找我？系啊，哦，我看伊吼走甲是片喘啦，前开吼接袂着后开哦，毋知是啥物要紧的代志要找恁哦。啊，伊讲甲你讲是啥物代志遐要紧？无呢。啊，我本来想要问伊啦，哦，走敢若飞的哦。遮尔着急，一定是真要紧。哎呦，免烦恼啦，我带恁去找恁的冤仇人，毋是我阿碰啊咧碰风的，这款代志哦，早就应该我出面来啦。逐间嘛拢美芳啊，小手要带恁去，敢有啥物才调？阿鹏啊，若是真正有影讲你会当带阮去，迄是真好的代志。要毋过你爱想看卖，恁安尼遐济岁啊，你着爱做生意，养一个家。对哦，我煞袂记了。
唔要紧啊，我甲阮母啊参详看卖，啊恁小休困一下吼，明仔载再搁讲吼。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啊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黄。雨，为何这呢酸？暝，为何这呢长？到底？哎呀，好，30句吼，到位啦。内底人阮拢困啊。唉，我安尼一路对自罗走到虎城，对虎城走到凤山，就是看袂到少年。正经若咧想伊的时阵，是阁看袂到伊的脸；若无迄看伊的时阵，随时就出现我的目睭前。讲名讲，人讲无听，鬼拖靠靠行。我袂应该插这几下代志，我若继续安落去，我一定会起笑。哎呀，我都讲过啊，阿伯啊，阿伯啊，阿这个看到你啊，这做生意你知无？阿伯啊，阿姐，我要做生意。六哥，哎呀，阿伯。真的，今晚歹势。对，我这阵是要甲你讲哦。你唔免讲啦，你要甲我讲，你是互阮母仔囝起甲咁要起笑是？无啦，我老公，恁甲我起甲咁起笑。对，我是要讲吼，我知倒位当找周阿四。周阿四？伊相信啊，伊真是相信啊！我真欢喜，我真欢喜。你还阁笑甲遐尼欢喜，你若阁唔管想办法吼，等恁囝若出事，就要叫别人老爸啊啦。头家的老爸哪有啥物要紧？一囡仔讲规拢当要饲，免哪有啥物要紧啦？啊是啊，你用较正经的无啦？你看，所有钱拢袂伫咧车。我看人讲会当去加一寡，就差不多达到我的理想啊。当这个钱吼，对伊来讲，只不过是烂散的那尔啦。安尼讲起，你对伊的财产唔足清楚。我即马甲伊讲，我巴肚内有伊的囡仔，伊嘛真相信我，嘛甲我讲足多。到底是偌济财产？你敢若关心这啦？若毋是我甲你斗相共，去骗伊的财产，你敢会对我这么好心？对啦，你还去相信我袂够？敢讲？哎，你咧创啥？你是咧创啥啦？想袂到讲你对我的感情还搁伫咧怀疑。你卖滴啊好吗？卖滴啊啦！我甘愿无爱甘客财产，要毋过我袂用问你知影。我相信呐。我谁拢无，我袂叫选等的武士，我死啦吼，等来。根本叫我考虑。老大呀，哎，哪只很夹？歹势吼，我真无用的啊。小等下啦，搞毋只安尼，等下是咧赶
讲啥？哪遮久无来摕药啊？摕什么药啊？我人好好，哪就摕药啊？一讲我哥咧，等你讲个啥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根本都无问题啊！你若想要贪我的钱哦，啊，规期你坦白讲啦。我哥咧，你讲我歹听，要趁你的钱，你有看我这牌仔写清楚咧？趁你的钱哪有可能啊？无可能。无可能，你去问阮某就清楚啊。问恁某，问恁某啥？人伊哦，有心啊啦。哈？恁某有心？对啊。鬼就有心？鬼是你，就是我啦。你白真唔信啊！恁某有心，来，这无甲你清清楚，来。哦，迄恁爸就真唔相信。哦，好有影，来，今仔日吼安尼试看卖啊咧，有可能我会错哦。看就看嘛，我咧惊啥？点。对，无可能嘛！你即摆是要搁骗我的钱啊，是无？讲啊无客，你讲话莫遐歹听吼，是要骗你的钱。我甲你搭这个命是比你钱用骗你较大条啦。你讲恁某会生囝，我生一只家蛇咧，啊无生鸟鼠咧。无可能讲我喙角全无。那迄个断定讲恁某会生迄个师傅啊，是讲迄个医生啊，我甲你保证，若毋是蒙古的，就是两公的啦。就是你这个两公兼蒙古的啦。我当时去看一个大图啊。哦，迄个就是恁某。你莫搁想要叫我食药啊吼！讲我无客啊！我吼袂鼓舞你食药啊啦。搁再讲哦，你也毋是啥物好人客啊，见摕药仔钱是3仙2仙安尼。不过我这良心要甲你讲一句，你这老正啊，毋是讲3两个半手安尼就会好啦。你哦，若无当你食药啊吼，我看你是安尼歪。无，你即摆讲这敢有正确啊？当然嘛正确。我搁会甲你断一条吼，免钱烧送。我若免钱收送，好啦，我罔听啦。巧者毋通倒相向，敢无客？恁某大腹肚有囡仔，绝对正确。若是讲恁某腹肚内迄个囡仔老爸毋是你，嘛绝对正确。无亏啊，歹势啦，人自从有你的囡仔了后，我一直感觉身体就无生活，足害困的，所以我蹛眠床小倒一下，歹势啦。袂用，我袂用打草惊蛇，才会当查出你的真相。我是专工来看你的，无什么代志啦。你好好休困，我来消房咧，顺顺看看咧。休困啦，休困啦。少兰啊，会记，我以后会对你更较体贴的哦。我在。张老板，咱行，来坐。阿川啊，好，先去坐一下啊。好。什么风甲你吹来啦？坐啦。周大勇叫我来找你啦。找我？嘿啊，我是来遮收药材销的。你有毋对无？收销毋着去找伊找我。唔对啊！周大勇讲，这间药店是登记伊罗汉师的名的，所以我才遮收钱啊。找我收钱？对啊。我讲头家。倒位找解脱秘密？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这误会，完全啊，确实拢过是误会。张
当初时咱嘛是有讲过，这药材啊，一切费用你拢来找我收就无毋对。周大爷，这笔是小数嘛，我袂当无谨慎啊。我看吼，我来看有查看卖。当是要查啥啦？敢讲我舅母会去骗你遐钱是？我今日来开这间药，我目的啊，是要来救这个善者啦。我是讲无人知影你，坐外口甲你讲啊全能啊话，有的讲啥物我为着开这间店，是要来拍我的名气，甚至后人误会讲，我甲罗安西有啥物关系？我实在是哦，毋知要安怎做人才好。正常是安尼，你应该较早讲的嘛。我就是安尼真侪代志无用，毋才会引起张老板你的误会。文娘啊，在做歹势，我才对你重视咧。没啦，悄悄就好势。张老板，要不安尼啦，小等下遐事吼，我会算互你。啊无，你若不爱想落下骹遐算一下。顶回的事真济啊，搁算。免闹要紧啦。当你这抓是来收销咧，你若无爱想煞落下骹，可能加收淡薄仔转去。敢有较好康的代志？无伊免哪会知影啦。神经诶，哇，什么分？给，按来张老板落去下骹算一下。是，张老板，请。啊，周大爷，等你慢慢安尼，人迄艰苦钱呢，你叫人去跋筊，后尾都稳赢的，我看一定阿婆啊找我过倒塌啦。这免哪会啦？啊，当咱的赌场哦，一定会使讲是上界公道。对啦，拢讲迄倒转去哩嘛，对毋对？啊，大家嘛知啦，迄所有的交警吼，逐间都有创过的啦。啊，若准做讲无创过的，干那互恁下完啊下死人啦。啊，对，大爷，啊，我迄个高死囡仔，敢有叫人去找？歹势，就还无真够咧着。还袂找着哦。好啦，啊无若有找着，再叫人甲我通知一下哈。你这嘛是什么情形啊？这是死惊还是流行，还是你拍着惊着？迄楼骹搭啊规间拢有啊，即摆你房间规间也拢搭有啊，这什么情形？啊，这着，是安尼啦。啊，着近来赌场的生意哦真歹啦。我想讲哦，来甲搭一寡鱼啊，看会当解有了，看会当安尼逐工较顺的。哦，交警生理歹，搭鱼啊就会顺哦。安尼迄个我药店嘛爱搭，迄药店生意真好收无钱啊，爱搭。不需要，爱搭。奇怪，伊安尼雄雄公公，到底是要创啥？无亏啊，你安尼是要创啥？阮府城迄个阿姑啊，破病啦，我想要来甲看看，想说来办一个代志2、3天才会转来。就迄2、3天哦，你2、3天办完代志，你就赶紧转来呢。啊，若无，人家你一个踮咧厝，会足无伴呢。我知影。无亏啊，你家己一个人，你就较细腻的呢，啊，就紧转来呢。阿西，阿西，屋企啊到准还袂来，我才想讲要去恁厝看。阿西，无亏讲要去富城2、3天才会转来呢。去府城？安尼，这2、3天，咱就用无看无愈斗阵啊。
会突然间想要去虎视？阿姨就讲，伊若搁破病，要转来看卖啊。对啦，我看你即马随转去，你赶我转去哦？我毋是要赶伊转去，我是感觉木克的行动，互我的怀疑。是安怎？有你甲伊了解咱两个代志啊，敢袂安尼？咱人的头壳爱变强，寿命活较会，而且什么？你敢？我即摆伫厝内面，一世界拢过是搭甲全糊啊！我嘛是伫咧怀疑，我感觉最近敢若有鬼要来找我报仇。鬼？是什么鬼？是安怎要来找你报仇？是那头姐，是一个女鬼，是你害死的？毋是我害死，是别人家害死，然后伊才家去自杀死。也毋过，伊一切代志拢过是怪对我遮来。对吧？你也相信我绝对袂骗你。那呢？咱是要安怎？你放心，我即摆已经请一个道行真深的道士，专门来要掠这个鬼。而且厝内面这符啊，拢过是这个道士打。我还是袂放心，我看我还是来请一尊神放在遮，安尼比较妥当。青娘啊，下暗吼，人家休困好啊。还是好，我看这连日就到自罗山才对啦。差不多啦，明仔下昼吼应该就能到。喂，摆开，行较紧的啦。拜托的哈，你无看你脚咧疼，当然行嘛行较慢。啊，我也毋是故意的，但你是咧细细咧。大姐，我看你坐一个大拿啦，好怕伊坐内面，都猜着你袂杂细安尼，甲打去卖。哈？甲打去卖？像这般的敢袂有钱？囡仔人莫袂讲哦，迄人也毋知哦，连做我娶一足歹的某。互你做我敢毋好？你是甲阿公安尼讲话吼？哈，啊是啥物？你某毋某哈？啊，什么叫我娶？啊？算去啦。哎呦，莫讲卡好，行咱入内底。今早等一下啦，拜托，无你嘛甲我扶一下，你。摆卡家己行啦，啤酒你袂晓。他像即款查某人吼，送啊家己吼，送衰啦，真正真是无啥好样的啦，我甲你讲哈。唉，这两个见面就答，后日啦，是毋是有法度通甲杀做对？一行到阵来到这，暂时休困哦，才搁行的。肉粽摕起来讲加食，暗光啥人来美伫遐哩？你哪讨济啦？拜托的呀！你食遐济，我小奶奶搁要食呢。讨济人来面。米芳的，对啦，今早啦，你甲米芳的讲，我袂枵啦，让你食好啦。起来啦！恁这哪会讲要来我食？迄狗吼，若食无够吼，嘛轮袂着猪啦。起来！我甲你讲哦，阮小奶奶较早吼，伊食剩的拢是我咧请的，歹势吼。即摆阮小奶奶伊要爱食吼，我趁着换我食。足香的。你是超足甜甜呢，啊，搁一粒你家己去摕嘛。搁一粒，哪有啊？你家己看，拢你食完啦，搁一粒，要去倒位洗？一粒就点。你明有一粒啊？30。好食，好食。哎呦，小看啦，哪有查囡仔食一粒肉粽啦，有够妖鬼的。你来我啦，我啦。安尼怎样？哎，小娘啊，恁母囝是讲安怎？哪有讲你啥的？笑恁两个啊，敢若囡仔咧。
啊若见面哦，就咱大家毋知人煞。阿姐，你若无缀查某囡仔较好诶，有倒一个查某囡仔会介意你？你今仔是咧讲我啥呀？讲，无啦。大声就要干嘛？哼！哎，你嘛来小老红探听者，你食物敢假想的咧？人来娶某吼，我来娶迄个吼，骨力做啊欠食的，像你这边要嫁鬼。你若想要娶迄吼骨力做、搁欠食的吼，我会当甲你介绍，阮朋友。你有朋友？有咯。啥？阮朋友吼，袂歹啦，你去娶迄个牛宝。哈？阿姐要娶牛宝，安尼阿姐毋是变牛公啊？阿芳啊，点点。啥？阿娘啊，我会记阿姐以前对伊足好诶，拢无参着阿姐对旁伊安尼。阿凤啊，讲话是真天真，想到少年娃哦，伊的心爱的情何以堪心如饮，夫妻恩爱是比海深，今斗啊知影放甲轻，安慰少年娃莫伤心哩。拢是我甲米芳的问候，你莫想遐济，莫烦恼啦。袂啦，连到我都要感谢你，你肯我倒转来娶我，而且搁再找到一外是大的所在。莫安尼讲啦，为着我摘来物件嘛差不多卖完啊。我嘛差不多，你要有法度报完仇。你完成嘛报了，你有啥物打算？接受天地生命的处，无一定就去阴死地府，嘛无一定就爱落去阿鼻地狱，也无一定。分开撇散，向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地远。雨为何这呢酸？暝为何这呢长？嘛无一定。就要分开撇散，无讲白，根本无别条路通行心。你在生的时阵，向陷害，受尽遐尼济苦楚，你即马做鬼，也可以替世间人拄啊。像你这款的心肠，找有几个人通甲你比啦？我为着一己之心，为着你天路，毋敢仰望天地心命，佮再来帮助。生命嘛目睭啊！我相信你用目睭紧紧咧看世间的是非善恶。若是真心是爱，希望迄对目睭，伊会当看到你的善良，伊会当照顾你，宝贝。
金斗，我阁有一件代志，想要拜托你一下。做你讲啊，我想要用你，将阿芬啊，甲我带转去，互弘扬保证。我不希望我的囝带我伫个人间，罪孽愈来愈深重。我希望弘扬保会当带阿芬啊投胎转世。这你放心啦。金斗，我阁一件代志，一直看在我的心肝头。我以前我答应你，讲我要甲你做媒人，互你娶一个某。而即摆小牛啊，我还凊彩讲讲的啦。你甲我金仔当做相关人啦，敢讲我为着讲你要替我娶一个某，我才甲你斗相共心。毋是安尼啦，这是我家己讲出嘴的，讲会到，毋通迄做会到。啊，你免替我烦恼啦，人讲有某有某命，无某嘛天注定。你芳的心肝真善良，人嘛真好。你感觉伊啥款啊？啊，伊就是一条长个透尻川的人，伊是的啦。我甲你讲话吼，要讲啊粗鲁安尼。你照实讲啊，敢讲你的心肝，拢毋捌一点点啊，你介意着你芳的过？介意，敢若介意一丝仔尔尔。今摆我用你食肉粽，这摆我全食肉粽，无算偷摕哦。好，紧甲我放开，紧甲我放开啦！你搁走，你紧甲我放开啦！哎，我甲你放开，你是甲肉粽吓我？食拢去食肉粽底啊，免用你啦！紧甲我放开，紧甲我放开啦！你搁走，阿芳啊，一定是你哦！放开啊！你放开啊！阿芳，你有听无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呦，阿芬啊，人迄查某囡仔，你共扭条条创啥？阿姐，你毋是讲咸一个肉粽，就是以头前去食？阿芬啊，你看你呢，遐尼当生，人会摕你的肉粽，一定是巴肚枵啊。一粒肉粽分人食，毋通啊小气，吼，乖。阿姨，也是你心情较好，阿姨。不要紧啦。哦，阿娘，阿娘，伊毋是你阿娘，是我阿娘。阿芬啊，我知影你毋是阮阿娘，不过真正做成阮阿娘的呢。敢若啥无共款？那呢？你阿娘一定是迄个王罗先吼。是啊，刚刚叫伊罗汉山。啊，你阿娘呢？那互你一个人出来吃？哎，查囡仔，乖，你甲我讲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水当当。啊，水当当哦。什么叫水当当？根本就是白狗狗。阿芬啊，等等。乖，水当当，那安尼，你阿娘是安怎？那互你一个人出来，人伫倒位啊？阮阿娘是无安怎啦，也毋过伊毋相信我的话，冤枉我，我就对朱罗山走出来。朱罗山啊，那你我想话，还阁伫咧朱罗山。相行咱的情，像无形阿软，千年的日子也无。
啊，哎，吃。哎，大，过几暝哦，也无看人出现，无咱就神不知鬼不觉，做人。就是你上我来叮当，叮当，不要该缠落。你讲，搞我口搞你来唱你的，讲，唔讲，唔讲我就给你养了哟。嘿。就是家好人，根本是人面兽心的狗。虽然大概安怎，出来用我！伊是你罗万赛的查某囝，我敢敢对伊安怎？就我也是，你上我从水当当的幸我，可能，是安怎无可能？因为伊了解我的代志真多，所以我袂当放伊干。就我是。